大家好，我是歌坛爱心人大练的邵大伦，俊杰老师你好。哦，咱这位新同学，你出这张专辑叫做《出一支嘴》。对。你真正是按算这世人拢要出一支嘴吗？你只有你会当用这种恶心的方式跟我访问，因为你嘛用恶心的方式在跟我讲话啊。我跟你讲啦，咱两个人算讲吼，这个最以前到今嘛，我当开始入来电台的时阵呢，我拢差不多还未接主持，我就听到你的专辑啊。为什么？目睭安尼掐指一算有无吼？掐指一算嘛，已经15年的时间啦。够恐怖的！哎呀，对哦，时间收对咱两个已经对青春的少年家变成中年人啊。对啊，这15年以来，我拢出一支嘴。我嘛出一支，你嘛出一支嘴，无你个会当有别支会当出啊？无，敢若一支嘴。拄则咱听的这首歌叫做《八音之歌》。八音之歌。八音为什么叫八音？八音之歌实际上是八音之歌啦。咱讲八音之歌较好听啦，就讲用文音的方式来讲。但这八音就是台语的八音，这是武雄老师的词甲曲哦。对，你有感觉有惊吓到无？我其实 demo 我做的。对，我哪讲敢若袂说你毋捌听过安尼吼？你比我大声，我听到。对 demo 我做的，毋是啊 demo 哪你做的，搁你唱的。对吼，对啊，对，所以害我讲咧录音的时阵，伫咧王俊杰的腔走出来。你又别讲这。我要来唱一首台语歌，讲台语的发音，互恁听。我无遐尼猥亵。无啦，你的飞音是足严重的。对。你的飞音甲飞奥拢是非常明显，这是你的特色啊。无毋对。这个歌手会当互人模仿，迄是爱足欢喜的。感恩啊！对，我感觉足侪人拢互你模仿，也毋是干那我尔。所以你看，为什么人甲我模仿？拜托你要小学者，你学邵大伦怎唱歌？袂晓。你看，邵大伦唱歌歹学呢。你唱歌就真好学对无？所以迄个八音之歌实际上就是人讲吼，过去就讲，人的片底衫底裤垮有无？西好白鼻高高唱咯，吨，厉害，咚，太厉害，这我袂强，这我袂晓。你拍过咧？无啦，就是这八音，这是老师伊的词甲曲，就用这八音来写出一首曲安尼啦。伫这张专辑内底，你的作品敢若这首是老师写的嘛？这拢是曲，拢是你嘛？曲有的时阵是我甲这个别个冇合作的对啦，合作。我是讲，但是你拢有嘛？拢有，基本上拢有啦。系啊，大啲歌基本上拢有啦，只有这首歌就是老师完全的词甲曲。这真正厉害。而且这首伊咧写选，伊讲啥？伊做想要写一首歌来当做教材呀？毋是教材，就是讲伊讲。八音吼，大家唱歌定拢有一寡导音的情形，这个颠倒音嘛。若是甲这个八音，大家若是有一个概念伫的，以后讲话，啊个唱歌吼，就会抓较准的。较袂有一寡安尼吼颠倒音的迄种情形出现。希望讲用这首歌是，互囡仔会当好学好唱。大汉了讲话嘛，就较台语嘛会当较练转。恁囝会晓唱袂？哎哟，真的吗？因为我这个专辑原本就是要。为着老人甲囡仔，这两个族群吼来写这个专辑，所以咧囡仔是绝对会晓唱。而且伊大练的专辑内底有一首歌，就是写互囡仔的啊。对，有两首歌，一首歌曲就是这个破声吹落，这写互阮后生的，两个月娘写互阮查某囝。两个月娘是写互查某囝。是。有写恁爸爸妈妈的，还有这安定的心肝是写互阮母啊，这个你敢知什么叫做拉拉写互阮母的？这我知啦。所以自头到尾就是一张自卑专辑。不，这些专辑就是甲厝内底人拢写一遍。对。但是恁这写无对啊？这已经写过啊。对，以前写过，这届毋免了对啊。伊有这个以前有一首歌曲是这个吴国珍老师有写词，然后咧我有写曲，我后来无发行，后来迄首歌曲咧是金曲歌王已经翻唱过啊，叫《先天的朋友》，叫我上机啊。那有要紧对无？所以迄条歌曲以后嘛放互阮姊啊听，伊嘛是与他心有戚戚焉。真的吗？真的啊。对无啊，共款的词啊，对无然后伊讲这个俊杰的曲写了较好，
是真的吗？当然哦，这你写曲还是就毋庸置疑啦，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当然，我这张专辑就是希望讲会当这个送互咱所有这亲情啊朋友啊，其实咱写毋是讲干那写咱家厝里的人，是所有人的亲情。对啦，迄放入来迄个亲情，拢是会当这个有共鸣。安尼下一张专辑你会写主管的？主管哦，主管就无啥物好写呀。主管我得写不得已这首歌好啊。啊，专辑即马出来啊，有要办演唱会无？有，若要办，我第一个一定请你啊。你说你还未安生好要办哦？到目前为止咧，你嘛莫安尼，有准备啦。有准备啦，因为你知影嘛，咱去食人喜酒的时阵，咱要办结婚的时阵，一定爱放贴仔互人啊，对无？啊，你过去你用过你迄个办演唱会时阵，你甲我邀请嘛，我绝对会甲你邀请，而且我会上台。这哪啥问题？要叫我甲你做教师嘛，无问题。你到底是有要办无啦？有啦，紧的啦，有，即马已经开始有咧准备啊，有咧准备，大家拭目以待啦。嘿啦，莫拖伤久啦，我知，拖伤久，大家起毛就歹。你咧讲，大家起毛就歹。真正，莫个拖啦，好唔好？好，来，安尼即个若讲哦，真正咱的地灵人杰咧，吼，这今仔日哦，圣恭喜又合体了，对不对？既然是因为过年，哎呀，过年，过年，咱最后过来听一首歌，较欢喜啊。好啊，来，因为今仔时间嘛差不多啊，无问题。来，今仔日要来听这首歌曲，你想要听啥？这条歌一定爱放的哦。好来，你嘛上介意迄条啊？倒一条。你听完了，你感觉讲袂算安尼看卡通迄条啊？迄就动漫呢，就迄首我听了就有够动漫呢。然后就感觉迄个就是日本的歌手来唱台语歌。对。只是我迄个 MV 嘛有哦吼，听到没有 MV 嘛有哦，而且 MV 我听我家人讲说很好玩，真趣味。这首歌就是小囡仔的歌对吧？对，这条歌吼嘛是互小朋友咧，大人听了拢会真介意吼啊 MV 咧会足趣味的吼，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线，还在慢慢琢磨当中。大家就真正好好啊等待这个 MV。OK， 这首歌叫做《変身变身变心》，咱来听这首歌，然后祝大咱的专辑真侪人熟悉啊，演唱会紧的，感谢。好，祝大家今年一切拢平安顺遂，这上重要的。OK， 咱来听这首歌《変身》。今日十分的感谢咱俊杰老师甲我邀请，感谢。変身我がぶどう変身我がぶどう現在世界需要咱来保護当たりへヒーロー変身我がぶどう変身我がぶどう当流速鉄しびれ消し変身我がぶどうしなさい
我抓不动。现在与世界需要咱来保护，啊，咱的 hero， 现实我抓不动，现实我抓不动，唔通认输，提出神秘的决心，现实我抓不动。我抓不动，未来与世界需要更较进步，一班的 hero， 现实我抓不动，现实我抓不动，归心的肝，并不远远的出名，不去我抓不动。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